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0月23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珠。新闻头一条来关心民生的消息。台湾伫咧边境防治非洲猪瘟已经7年了，农业部煞伫咧昨宣布，台中5处一间饲猪场出现非洲猪瘟的怀疑病例。死去的猪仔有检出阳性，详细检也个定结果。若饲猪场剩的195只猪嘛，拢爱灭掉。农业部也宣布讲，自昨开始，全国猪仔是禁止运送，也袂使抬猪要来禁5天，也禁止用喷来饲猪。防疫人员全副武装，甲需要预防性补塞的195只猪仔吊挂上车，猪舍必须全面清空。这间伫台中5处饲猪场，本地是饲差不多300只，但是车閘出现死亡，受以研判是肺炎，替因投药治疗。所伫后端化剂检测的时阵，发现讲到20加起来已经是117只。动保处较紧伫20采样，过长工的尾阿嬷检出是非洲猪瘟特性阳性。这是我们在我们台湾本土的猪只第一次检测到病毒核酸，那个厂已经清除了。第二个，全国的禁运进载5天；第三个，禁止厨余养猪。接下来的5天是非常关键的。风土疫情扩散，农业部宣布全国禁运、禁抬5天，禁止用喷来饲猪。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规定，本土首发案例爱做病毒的分离才会当确诊。兽医所表示讲，确短嘛需要4天，较长爱21天。初步研判病毒都有定做的现象，和越南的病毒真相同。相似度是比较像越南的第1跟第2型的重组株。专家强调讲，这病毒不是人畜共通的，对人无影响，但是对猪只的威胁真大，因为伊的病毒量真大，嘛会当存活真久。呼吁猪农千万莫惊吓，乌白注疫苗，即马国卡确实做好消毒，才生物安全的工作。感染到非洲猪瘟的猪只，它的血液1cc就有10⁹次方的非洲猪瘟的活的病毒。血液如果在野外腐败之后，它可以活15个礼拜。疫苗是没有办法抵抗这个重组病毒的。另外，猪车采购无法度交易，农业部讲会甲冷冻猪肉提出来供应无问题。都有库存1个月的使用量，应该是可以足够供应目前的需求。目前技术案例场4公里3公里的猪仔场，一个停饲，一个是管制，拢无正常的死亡。防疫单位嘛，针对捌出入案场的车来开始疫调。对即马开始台中市雄死亡的猪仔，敢若会当伫咧当地分化，袂当外送去其他的县市。针对出口猪肉，伫咧厘清疫情进程，农业部表示讲，即马敢若会自主处理，袂去出口。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传开，全国猪仔是禁运禁抬5天，店家也拢赶紧来清点库存。亲像屏东的万猪卡，业者表示，即马库存量也够有1个月。也若高雄卖咧进猪排的业者，嘛有赶紧调回200斤。虽讲非洲猪瘟病毒要去喂互人，毋过消费者原来是有疑虑。3市的店员徛几排剁猪卡的动作无停过，这是屏东有名的万巒猪卡一条街。虽讲是平常日，毋过店门口也是有人伫排队。即卖因为非洲猪瘟事件对23开始，全国猪肉禁运禁抬5天，也就是讲5天无青猪肉通经，互惯使用青猪肉的业者拢真紧张。有人是紧急搬点库存，增加叫货量来营业，某店家是做偌济算偌济。我有食品工厂登记证，我们基本库存量是30天到45天。伊就提早讲，阮就提早准备安尼。突然间的啦。突然间的。若无货就歇困啊。阮是用迄种温体猪肉，青青落去生落去煎的，伊叫用冷冻的，人家食的若无欢喜，生理就流失去啊。你若是正经讲哦，伊安尼佫延落去啊，你无猪肉通用，你要安怎？我就可能卖鸡肉、卖牛肉，无就是卖笑啊。高雄这间猪排业者烦恼疫情若摊开，下午若5天无猪肉通卖，早起就先叫过200斤来炖。因为猪肉是台湾人上接食的肉，一年会当食超过700万只的猪。若有猪瘟对整个产业的影响非常大。虽讲非洲猪瘟病毒被传染给人，若是食到嘛无败害，不过消费者也是有顾虑。因为毕竟是要吃进去身体里面的东西，就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还是会有一点担心。消费者恐慌啊，让整个猪价崩盘，你。非洲猪瘟若佫惊要蔓延，猪仔有可能嘛会死去，因为非洲猪瘟伊没有药可以医嘛。南部地区是饲猪的重要产地，猪农上惊猪价崩盘。即卖南部各县市除了配合中央政策，也有来加强饲猪场、屠宰场的消毒甲管控，希望会当平安度过这摆危机。记者李新武、柯明哲、柯家如、柯朝阳南部综合报道。
台中一间市场场标出可能去喂着非洲猪只，中华民国市场协会就讲，这防疫的漏网可能就是喷，嘛呼吁政府就要管控。为着要防堵疫情，中华已经下令各乡镇禁止用喷来饲猪，而且喷拢就要送焚化炉去烧掉。国内出现非洲猪只疑似的病例，农业部赶紧开记者会对外说明，也强调各个非洲猪只案例出现时，基本上都是由喷所引起的。在为了保护我们台湾的养猪产业，所以第一步我们要切断感染链嘛，我想这是很清楚的。最可能性的就是这个感染链先要切掉，我们才能去厘清其他的讯号。农业部管制禁令包含全面停止用喷来饲猪。因那中华民国饲猪协会是讲，即摆非洲猪只虽然属单一的事件，不过若是无度有效来管控，国内饲猪业可能因此崩盘。即摆所有传出疫情，可能甲用喷来饲猪有关系。感染源是来自境外旅客无妨查到食物。就是说多贵啊，就是边那个落落去，猪啊食都丢掉死啊，那爸爸说的嘞，就是肉边是食腊肉，烟钱食不了，等到有猪啊食多就丢啊哩。为着防堵疫情，全台饲猪第三大关的中华已经通令各乡镇市公所，除了全面停止用喷饲猪，所有喷拢一律送往焚化炉烧掉处理。有喂养厨余的这些业者，本来就是我们都有经常性的管制，我们都有名册。这个我们今天已经通知他们，不可以再用厨余来养猪。中华管护讲，学校营养午餐会使加用 CS 标准的冷冻猪肉，也是其他蛋白质的食材。不过产业业者讲，未来这个喷的处理也是大问题。而且2年前这部分，已经有这样子的做法，所以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还 OK 啦。但民众认为猪肉来源也欠缺，营养午餐会使改菜单来应用。虽然即阵全国焚化炉也会使应付烧喷的这个量能，不过加强源头管理来减少喷也是重点。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看天气这几日咧北部直直落大雨，也造成灾情。台铁的并溪线已经连续3天袂当行，领卡车站附近的天气路这路基流起大约是100外米长。伫咧新北市的10指山区，也有几难搭发生土石流。伫咧长青路和北电路附近路段地基流起，另外空灵街也有冻土墙的土石崩落车路，附近的住户也赶紧疏散。北台湾雨有较细，气象署22暗9点解除大规模雨作业，不过继续发雨特报。宜兰县、新北市加台北市山区也是有局部大雨或者是雨。在明后2天，基本上水汽还是会比较偏多的一个情形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整个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整个雨势上都还是会比较持续一些，那并且还是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另外，在桃园以北以及花莲地区的话，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状况。气象署讲，雨甲前几天比会愈来愈缓和，所落来几天明显降雨的情形会降低，不过这几天的大雨已经造成真侪灾情。通往老爷山庄的这条道路路面塌陷，地基流失，出现一大片的缺口，甚至摊方的大量土石更冲刷到下方道路，阻碍通行。熊熊下来土石落个梅，当地在地社区主要对外的道路，大范围的崩塌灾害，结合长青路部分路段，一半的路拢无去。新北市10指的山区，当地大雨对外交通也拢袂通，树仔岛、淹水、土石流灾情真多。北联路3段也发生路基挖空去，大面积的土石崩落，车路一边拢塌落去，现场由封锁线戒备，就连边地也状况。可能过这边挡土墙崩落，土石冲的路的顶头2间大户徛家离边坡不到2公尺。10年都没有坍方过，上面本来有一个凉亭哈，全部都坍下来，谁知道这样子？规道骹落个梅水，东基区继续清理，大雨也紧急疏散。本来未通的路，22下昼初步抢修，已经车会当过。这几天的大雨也和代替并回线，鸟卡车站附近的铁基路路基拢挖空去，铁路边的土石拢下坎卡去，铁基路停在半空中。今天就看怎么来复旧，那这个部分要等天气好了才能够动。
代替宜兰工务署的人员甲专家日下昼到现场会勘，连续几多天大雨，代替并溪线自20就停驶一直到昨晚。无想到讲代替人员伫咧巡的时阵，发现铁基仔路下骹的边坡向下骹出差不多30公尺落去，路基流失100公尺。另外，台北市阳明山金山路101巷有大片土石崩落，有民众驶车时阵挡条街，也能看到规片的山石下来，也有一台箱仔车和土石流塞的行，互人看到真惊。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中部的雨虽然无讲间高，也毋过风势真透哦。台中市北区5环路的中央市场是当地做改建工程，将用价雪规片倒落来，害一个骑奥多摆的民众受伤。另外，拄经受好势的新光三越中港店的玻璃也去有物件割掉。也若是分林的落水溪南花，这几天拢是防备营业。伫咧台东的活动唱歌和录影，也拢是防备线，民众的生活受到影响。车驶伫个台中市北区的5环路，但这栋建筑物的用价雪熊熊倒落来。驾驶规惊到头前一台白色的车和奥多摆拢互压着，一个骑奥多摆的轻伤较紧送病院，所以现场是乱七八糟。台中市北区5环路和德兴路口的旧中央市场，市府的活化工程当在做拆除作业，日下晡2点左右，用价技术是因为风收头熊熊倒落来，倒落来了后的范围差不多有100公尺，嘛甲规个北向的车道拢占掉。刚绿灯起步嘛，对，所以路上行走的车辆还没有说很多。昨天、前天开始，像今天早上，我们都发现风真的非常大。一号业无偌久的新光三越中港店，外壁的围幕嘛出现破损，因为风收头，外壁技术互扣起来的物件肯定受损。另外，高铁台中站嘛，互玻璃门封扣甲破去。高到1号外中华交流道，车道顶悬的安全标语嘛有一半挂伫南下的车道。随着低压带和东北季风的影响，若是台中市区口透风，海线的地区阵风嘛有10级，云林的落水溪南花阵风高达11级，嘛互落水溪的水尾烟蓬蓬。你溪底迄芦苇还未发觉到，所以北风靠来打，伊就是会飞起来啊。因近期浊水溪水位逐渐下降，滩地明显浮现，裸露面积约达400公顷，加上近日无降雨情形。台东避南溪的河床嘛，因为风收头出现大量的风沙，花东纵谷和鹿野市区规个大雾，毋若使车看袂清楚，空气的品质嘛明显变歹，规个台东市区拢是烟蓬蓬。前气象局长戴明典指出讲，虽然讲强破效用无去啊，但亲像这种天气，未来是搁会持续几啊天。海峡的北边开口比较大了，我们以陆地的距离来讲，从北边下来的风在这一段是会至少是持续或者是加速哈。会有这种现象，所以这边的沿海风都会很大。地平电指出讲，中南部因为地形较险，会当查的所在，造成风力的影响真明显。除了爱注意透风，嘛爱注意影响台湾的低压，接落来敢会进一步来形成风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同款受到东北季风和低压带的影响哦，是气象署有针对嘉南、上北、桃园和宜兰花莲有发布大雨特报，咱来看温度。温度通看到台湾这4周的云也是真济，尤其是遮风的嘉南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等等，有可能会来上大雨。也若伫咧温度的部分，北部、东北部规工咧是21至26度，天气是淡过凉冷哦。另外，伫咧其他的所在是早起和暗时会较凉冷，低温是23至25度，也毋过这时的高温有关是有28至32度，所以民众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来踏衫。花莲江河马太安溪下坎崩山潭，昨日水有流出来啊！水是淹过马太安溪及便桥的临时便道，一直到昨的中昼12点才恢复通行。另外，救援工作未满1个月，中央前进协调所昨宣布，马太安溪崩山潭解除红色警戒的4大要件已经达成，所以来调降做常态警戒。救灾协调所也来正式退场，会转型做中间的复原汇报。离早起，真侪民众唔知影马太安溪桥临时便道封起来，也是开车去，一直看到告示牌才知影，只好驶路，也造成这个真危193关岛一度塞车。会多个40几分钟，不方便，那碰到这个灾难也没有办法。
赶快恢复，我们比较方便。因为那194要绕一大圈呐，才变成这样去啊，所以很麻烦。为了避免民众交通不方便，工程人员赶紧抢通马潭溪桥临时便道，伫中道恢复通车。中央前线协调所总协调官桂林成功利用大水使用条件甲检验，因检验疏散铁犁，也有爆发甲便道，加在桥爆发一个暗港拢无受到影响。这个便桥可以抵挡住60万吨的水下来的力量冲击力。昨天晚上是2道洪峰，那第1道冲下来的时候，还可以接受，到第2道更高，越过这个便桥。重点就是说，你的桥还能够停在那个地方，没有被冲毁掉。林保署2日早起上新监测，马潭溪房山湖水位高点1019.6公尺，下游坡度平稳，水位稳定。伫评估解除红色警戒4个条件拢已经达成标准，所以讲正式调降真多伤台警戒。昨天的这个堰塞湖的确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小小的检验，我们的工程是的确可以接受考验的。现在我就特别的宣布，我们马滩安溪的红色警戒降调为常态。另外，这房山湖要处理困难度议员不离大，也伫密集讨论可行的工程解决方案。也若讲好7摆重大灾害，也和中央前线协调所伫当地迅速开设，到即阵只要满1个月，总协调官桂林成功，任务也过一段路。前线协调所伫2日退场，转移到灾害复原中间汇报。不过9大功能分组会上自花莲。任务达成的桂林城，互家己表现拍80分，也点名国军甲之间的合作是真了不起。伊讲就算心肝放袂落，抑过工作也是爱藏落来，交互接手的人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先，咱来看《中国时报》。用 AI 的人是愈来愈多，也毋过根据欧洲广播联盟公布的研究显示 ，ChatGPT 这款人工智慧平台伫咧回答新闻的相关问题，有5成出现错误，其中 Gemini 是表现上歹，错误率是有到7成了。所以咱来看自由时报，有一个姓陈的受害者，因为相信诈骗集团讲投资虚拟货币稳赚袂了钱的话，毋那甲厝摕去贷款，佮陆续投入4500万，后来发现家己无去互骗去报警，才甲一个姓李的嫌犯逮捕。再来咱看联合报。全台湾有上100万人造加喙齿，毋过加喙齿的技术师工会就讲，有8成民众用到毋是由合格的牙技术制造的加喙齿，也是讲这材料无及格，所以嘛，电视癌症的患者是逐年在增加，所以因希望讲会当来推动加喙齿身份证来确保民众的健康。卫福部今年3月开始实行3班互病比，6月有发5.447亿的奖金，也毋过咧，台湾护理产业工会就讲，发到当3个月问题是一大堆，像北京的病院无去回应这卫福部调查奖励金安怎发，甚至一寡病院甲这条钱摕来修理天棚，啊个买便当、买饮料无全款全用，已经违规了。卫福部表示，已经有在调查，病院也讲愿意拨回去护理人员。大病院护理人员真无用，为了改善护理人力问题，卫福部今年3月开始实施3班护理甲病人比例，并且发奖金予达成目标的病院。不过，台湾护理产业工会反映，部分病院出现不当使用奖金的状况。天花板漏水的修缮，拿去购买护理师的制服，拿来做会议便当。我们很好奇，医院这样子使用纳税人的钱，这个3班护病比奖励，真的会有助于护理师的回流或者是留任吗？工会一直在强调的3班护病比必须要入法，强制实施。根据3班护病比例达标，病院奖励计划规定奖励金应该全款专用，依照各病院最差异性留任做法，并且伫院内主动公开奖励金分配方式。有部分基层护理师批评，病院方面奖金发放不清楚。我们的目前有公告出来的资讯啊，他们其实是有包含了基层主管，就是一般护理长的奖励金的一起的那个发放钱。那这个钱到底是从那个2300多万块是怎么样的去计算，怎么分出来的？那到目前为止，至今都还没有一个详细的说明。另外，根据工会调查，114年达标奖励金发放到即阵3个月，有超过上100间的病院无写卫福部调查的奖励金发放方式。更有病院是摕来收这天棚买便当饮料。对此，卫福部是开始介入调查。目前还在调查的话，至少有2家。每个个案，我们的优先就是会先等于是辅导跟督导医院。
卫福部解释，这种药病医奖励金也未写，也是写得无清楚，会要求这病医尽紧来说明。另外，对着奖励金错误使用，上严重会使收回奖励金。强调已经甲2间误用奖金的病医沟通，院方也讲会甲这个奖励金保护护理人员，另外继续来调查，确保奖励金正确用途。记者综合报道。有民团发布2025产业移工职场经验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显示，讲移工上界关心的，就是敢有准时发薪水，也有敢有公平的休困制度。劳动部表示，讲未来会阁继续扩大政策来照顾移工的权益。I was 7 years working in Philippines, then I decided to go to Taiwan. 影片的主角是菲律宾的移工，伊为着饲囝来台湾做工课。这是纪录片《供应链之歌》，由主角亲身分享伫台湾的工作经验，希望透过影片，让社会看到移工的困境和打拼。另外，也有民团发布2025产业移工职场经验调查报告，针对公司敢有照时发薪水、敢有清楚休困制度和健康保障等等的5大方面去调查。他薪水是有给，加班费也有给，但是他强迫我加班。如果我不加班，他就有惩罚性的措施。那里面其实有员工也有讲，就是说不要把我们当机器。兵团指出，根据调查，移工希望会当改善的部分，也有包括加班过劳和爱改善工作环境，也有职场霸凌等等。希望政府和企业会当落实真正的平等。劳动部表示，伫咧今年有计划要加强双语中心的服务，要让移工更加了解伫咧工课上应该爱有的薪水和福利。嘛表示，移工若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会当靠1955专线来申诉。去加强我们的双语的一个的服务提供，那这样子的话，移工他的话，他也会比较能够知道说，哎，其实我到了这个双语的服务中心之后，我可以知道说我想要去的地方，然后有没有就是工作机会，那这个工作机会的内容，不管是他的薪资啊，或者是福利的部分又是如何，可以更好的去协助他做选择。针对移工的心声，兵团呼吁政府劳工无应该分国籍，移工的劳动权益嘛应该爱受到重视。劳动部表示，未来继续扩大政策，也针对这份报告来了解改善移工的困境和需求。记者担心东正准由台北报道。镜头转到国际，月底伫咧南韩要来举办 APEC 峰会，想要到北韩说伫咧2日向东海发射弹道飞弹，外界认为讲这是伫咧唱啥？这也是李在明总统上任以来的头一回。也若拄上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因为安尼来改变行程去听相关的报告。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2日早起8点10分，侦测到几啊粒敢若亲像地顶的弹道飞弹，对平壤南部的黄海北道中和郡发射，向东北飞大约350公里，落伫内陆地区临时海上。幸好即阵也伫咧分析。这是南韩总统李在明6月上任以来，北韩头一摆进行这类的试射。时机是离美国总统川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多国领袖到南韩庆州参加 APEC 峰会，敢若剩1礼拜时间。专家分析，北韩安尼做是要互人关注到北韩。川普计离岛来到南韩，已经讲今年来希望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搁再会面。北韩官方媒体是讲，金正恩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前提是美国必须要放弃要求平壤非核化这个梦想。北韩这个月早前外表示展示因家己讲上强大打击范围无边际新型黑星20型洲际弹道飞弹。也伫日本度假当选首相的高市早苗也与北韓的試射飛彈改變行程，提早到官舍来聽取簡報。関係機関から被害報告などの情報も確認をされていません。しかし高市内閣といたしましては国民の皆様の安全に万全を期すためにただいま防衛大臣また外務大臣に引き続きこの必要な情報の収集分析を行うよう。高市早苗讲，无发现任何的飞弹进入日本领海，也是专属的经济海域。未来继续甲韩美两国密切沟通，并且共享及时飞弹有经资讯。也讲外交上希望尽紧甲美国总统川普这各国领导人建立信任关系。高市新闻是会中编译。美国总统川普本地是按算要伫匈牙利甲罗西亚总统普廷见面，来讨论俄乌战争。不过，即马川普所表示暂停安排，因为伊无想要了时间。
中国、欧洲和乌克兰是当地制定12点和平方案，希望罗西亚会当顺目前的战线停火。美国总统川普2日伫咧北京和记者问讲，为什么要暂停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伫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会谈？川普讲，伊无想要浪费时间。 No, I don't want to have a wasted meeting. I don't want to have a waste of time. So I'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did all of these great deals, great peace deals. They're all peace deals. They're agreements, solid agreements, every one of them. But 为了要推上热和谈，川普8月甲普京伫阿拉斯加见面，但阁无重大突破。川普最近阁宣布，计划要甲普京伫匈牙利布达佩斯见面，希望会当结束热战争。美国国务卿鲁比欧20为这件代志，甲罗西亚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但阁电话讲线见面的计划就喊停。BBC 报道，罗西亚要求伤罪，和美国认为川普无法度伫咧布达佩斯达成协议，但阁川普2日强调无放去做中人，会赶紧公布美国政府的做法。you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But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on that front, on the war front with Ukraine and Russia. And we'll be notifying you over the next 2 days as to what we're doing. Did you hear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Did you hear something from the Kremlin? Get it solved. 川普顶礼拜伫咧北京，搁再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川普搁再向乌克兰提供政府回答，并且伫会后讲，希望两个国家会当原地停战。真侪媒体报道，川普伫咧会谈的时阵，一直对泽伦斯基施加压力，要求乌克兰放弃小长期的土地。现场气氛无啥好。拉夫罗夫2日是强调，要互罗西亚甲乌克兰达成永久和平的条件，一直拢无变过。包括乌克兰袂当有核武器，袂使加入北约，北约也会承诺停止向东边扩张，而且互伫乌克兰讲罗西亚为民众完全的保护。另外，欧洲几落个国家正甲乌克兰合作制定一项12点的提案，希望罗西亚沿着即卖战线停火。根据提案的内容，若是罗西亚甲乌克兰同意停火，并且答应停止向前线国推杀，所有被强制转移乌克兰的囡仔将会转去乌克兰。双方交换政府，因为乌克兰也会得到安全保护加中间的资金，加速加入欧盟。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那今日国际上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罗西亚今日表示，虽然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暂停和普京召开峰会，也毋过罗西亚要阁继续为这场峰会在做准备。乌克兰的空军表示，罗西亚军队暗时用28列飞弹和405架无人机来攻击乌克兰。虽然美国总统川普为着要保护中国管制稀土出口，抢攻关键软体要做出口限令。路透社就报讲，川普政府当地考虑限制对中国出口使用到美国软体的各项产品，对笔记型电脑到微电机的压制。美国国防部长今日表示，因应总统川普的指示，美国伫咧太平洋攻击一架载运毒品的船只，甲2个未道的恐怖分子结识，这也是美国头一届对伫咧太平洋作业的船只发动这款的攻击。镜头转到国内，高雄林园又搁传出幼稚园不当管教的事件，有2个家长委托议员出来指控，讲一间非营利幼稚园的老师会甲囡仔拍卡撑到刑砍。这间幼稚园甲进前出代志迄2间，拢是同一个负责人。教育部是已经宣布停止其中一间幼稚园的委托契约。带进去，然后呢？然后他就打我。查甫囡仔一句一句讲，互老师用册塞入去衫内底，佮拍刑砍的过程。查某囡仔是直接做出拍尻川的动作，家长是艰苦佮受气，走去报警，甲民意代表定情。打他的屁股，那有造成伤势啊，然后家长也有去验伤。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扯，就是。他让小朋友隔着衣服里面放进书本，然后再用手去打小朋友的胸口。他说，只要他跟妈妈讲，他隔天又可能再被打。然后同一老师分别拍刑砍甲尻川，涉嫌不当管教。代志发生伫高雄林园非营利的幼儿园，4家的负责人。伫林园有2间幼儿园，半个月前嘛去向投讲，有一个主任4个教保员分别涉嫌性骚扰、体罚、拍囡仔这行为。民代讲，这集团进行得到发生过6件不当管教案。小朋友有可能他去撞到、跌倒而产生了身上的
一些淤青或什么，我是希望家长端或我们园方端彼此双方做事情的了解，我们还是勿枉勿纵。中云非营利幼儿园发生违法对待幼儿情事，严重影响幼儿及教保人员权益，依非营利幼儿园实施办法规定，立即终止委托契约。负责人讲愿意接受调查真相，不过6个受害囡仔的家长已经提出告诉。教育局讲，6个牵涉不当管教的人员拢停止调查，要了解受害人数甲具体的状况。若是查证事实，依法上当会当罚60万。该个行为人，而且一世人袂当搁伫教保机构服务，有人嘛可能会用罚减少、停招、停办，也是废止设立的户口这寡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高雄旗山旧街有一间40年碗粿店，后面将翕到头家牙棍仔伫咧虐待猫仔。动保处表示，头家的行为已经违反动保法，会依法甲裁罚，嘛甲这3只猫仔送去病院安置。这代志爆出来了后，有民众真生气，走去甲碗粿店牵鸡卵。一个查甫人徛伫门口，牙棍仔对关伫个笼仔内底猫仔一直吐，甲猫仔很惊，甲哀哀叫。若安尼，这个查甫人佮牙棍仔哭甲大细声，甚至佮讲猫仔，这行为拢互录影打去网络。民众讲，这个查甫是旗山老街一间碗粿老店的头家，伊定定经过这，毋过大概2-3个月，就会看到无共的猫仔，会感觉不单纯。有时候我发觉到它的笼子里面的猫咪，好像都不是很大，然后就换，不是很大就换。所以我也一直在怀疑，但是苦无证据。囡仔甲讲，甲拄安尼，敢若囡仔咧哭安尼，咱会讲心肝头，感觉讲不忍心啦。40年碗粿老店头家涉嫌苦毒家己饲的猫仔，消息传开引起真侪民众的愤慨。头家虽伫面册升入错误过失礼，不过日饭店有民众未堪入去，走来牵鸡卵。老店早起无开门，规个门口拢是卵壳。警方表示，牵鸡卵的行为已经违反社违法，会通知行为人到案说明。另外，动保处讲，目前3只猫仔拢经送去病院观察安置，头家的行为已经违反动保法，将会依法处理。现场有3只猫，饲养环境不佳，检视猫只它并无外伤。已将猫只带至合约动医院留置检查及观察。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8条第2款规定，最高可处3日以下拘留，或处以新台币12000元罚款。警方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唔通有违法的行为。动保处强调，是不是有其他的猫仔受害，会持续追查。记者柯家朱超阳高雄场报道。新光镇首长临时长开董事会，国际授权董事长魏宝生，若是台北市政府愿意配合新光镇首已经付出的成本，因就愿意和台北市府合意解除地上权的契约。台北市长蒋万安就回应讲，会赶紧和新光镇首来沟通。开在台湾总部有意进驻北市区 T17、T18基地，不过台北市政府甲新光镇首含伫地上权契约前期一直无法度达成共识，即马出现转机。首先欢迎魏宝生董事长。新秀伫临时召开董事会，做出重大决议，表示主动化解死局，以国家公益为先。授权董事长魏宝生伫北市府同意配合新秀已经支付成本的前提之下，甲北市府合意解约，互回台进驻。包括我们的成本，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容许我把金额的部分先有所保留。律师也认同我们这样的看法，认为说我们这个时候来终止这个契约，对公司不会有这个背信之疑。魏宝生毋茫回答会当顺利落地，对外界积极新秀有道理甲补偿问题，是强调袂向北市府请求未来损失的补偿。若北市府提供补偿金，会捐出来做公益。新秀提出的善意，表态愿意甲北市府共分手。台北市长蒋万安暗时出面回应，向新秀表达多谢，让他们知道目前我们盘点的各项适合的土地的情形是如何，让他掌握。那接下来，因为新售今天傍晚在召开记者会，那他提到的几点，我想我们当然接下来很愿意尽快的坐下来和新售谈合意解约的细节。他们付出去那一些设计的成本到底是多少？那这一个可能还要坐下来再来
这个协商。针对新秀要求下的成本金额，李树川表示需要双方坐落来讲。另外，北市府顶日已经将备案交予回答。除了铁十字、上南野区，也有真侪无建工的土地，传出是新竹美段43地区，目前是学校用地，所有权人是台北市教育局。回答最后会点伫倒位各界继续关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查甫艺人闪做兵的案例，其中 Energy 的成员昆达昨转来台湾随行以上新北地检署侦办了后是50万块交保。内政部长刘世宏表示，712年越南的免疫率是有10%，若是看健保资料无可能这么高，未来会启动修法来配合越南的健保就医资料来做比对。谢谢关注。头地棒球部面对镜头开嘴讲道谢，其他都无愿意加讲。男团 Energy 的成员昆达涉入闪做兵的案件，本来伫加拿大出外境，港团的成员透露随飞回来台湾。除了打算面对错误之外，没有说别的选项。他非常的积极，马上就订机票，我也陪同他返台。昆达一对后机释出来，警察随提区票过去，检察官当场拘提到案，警方甲押登去永和警分局。昆达到案了后，承认讲开钱伪造高血压的资料来闪做兵，收落来移送新北地检署信捞50万交保。接下来好好负完该负的责任，然后全力面对配合调查。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演艺界第3波闪做兵的案件是持续烧，内政部长刘世宏早起讲，有113个人涉案，至民国112年越南的免疫率有高达16%，对照健保根本就无可能这么高，嘛对比南韩、新加坡的免疫率干那5%，所以即马要来提悬免疫的条件，体委判定的标准要加严。越南的 BNI 达伫15到45之间拢爱做兵，高血压爱到心脏器官有实质出问题才会当免疫，啊无第刷落来爱改做替代药。平常的时候血压都正常，那为什么要征兵检查的时候血压突然窜高？哈，那这个部分呢，譬如说国防部他们有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他有这种状况，提出复检的时候呢，可能要求他住院，好。让他知道说他是不是刻意去吃药。刘世宏表示讲，体委判定的新制按算明年4月上路，未来体检会配合越南健保看医生的记录来做稽查。另外，艺人开大钱做假病历来闪做兵，过去大多数拢是罚金立的，都无代志啊，造成社会观感歹。调解针对替代役实施条例提出修法，甲上加刑期定做6个月，协助逃兵。主要整个大方向基于这个兵役的那个公平性来讲的话，我们是站在支持的一个部分。刘世宏回应讲，妨害兵役治罪条例是国防部主管的，现在的修正因和国防部是采取同款的见解，对这国防部表示支持，要开始来下部会建议修法。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到台南又搁出现哪些族类？这几片的海水哪像在发光？这个是伫咧将军的青昆心这个盐埕的头前，伫一暗时有真侪民众听到讲哪些族类出现，随导官去到现场看，真侪民众拢讲，这款的景象实在真稀罕。暗时一阵风透过来，盐埕的水面顶出现蓝色的光，现场民众看甲欢喜甲。这是台南市将军区青群生的线形盐埕的头前，好远看到真出名的装置艺术生命之树。这些民众听到风声只愣两当啊，佮出现蓝色珠类，暗时赶紧拼来现场看。去的时候大概10几20个人，可是越晚越多人，这是第一次看到，就觉得还蛮特别的。而这2天，因为刚好东北季风狂吹，正好提供了绿光藻扰动的动能，所以说那个整个蓝色蓝光还蛮明显的。再加上这个出现的地点刚好是本区青昆山扇形盐田著名的景点生命之树的路上。所以更容易吸引民众前往驻足观赏。这个民众嘛，揸相机，把这翕落来做纪念。台南的蓝色珠类过去嘛，捌伫7个国姓港停泊海峡9北门的罗地沟出现，甚至因过嘛伫市区安平的游艇码头出现过，造成轰动。有学者表示，其实伫台南沿海加减嘛出现这款现象。那将军者教授依照马祖研究推论，那就是夜光虫的关系。夜光虫的产生呢，是因为你将水进来以后呢，它让这个藻类成长，藻类因为食物成长以后呢，
它的就开始分裂，一开始分裂它会分泌一些东西出来，会让在水中的很多的结合子呢，最后的 gamete 就所谓的这个我们讲像类似精卵的这个东西呢，就结合在一起，然后它们就繁殖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水獭会一晚上就全部都出来了。盐田海水互强风煽动有海涌，这嘛激起蓝色的荧光。现场因为光害较少，这回会当用目睭看到蓝色珠类伫大片的水盒内，嘛互人学了大自然的奥妙。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国家太空中心甲屏东县政府要搁再举办第2届的台湾杯火箭竞赛。这届除了有高中组，也搁有增加大学组和社会组，嘛有开放外籍的学生来报名，邀请民众做伙来发挥创意，设计火箭。火箭对天顶冲去，少年朋友替家己的火箭加油。去年头届台湾杯火箭比赛，吸引全国超过600位高中和大专学生参加，最后有15队进入决赛。因设计的火箭今年7月底伫屏东旭海成功发射，今年第2届比赛制度搁升级。国家太空中心甲屏东县政府宣布，除了高中级1公里组，搁新增加大专3公里组和社会3公里组。有很多人，比如像我这个年纪，从小的梦想就是可以合法的射比较大致的冲天炮，我们让这件事变成是完全合法合法合规。然后我想很多人还有梦想所以我们特别开放社会3族。国家太空中心主任表示，参加的团队爱家己设计斗火箭，推设系统统一使用太空中心提供的，确保安全和公平。今年有入决赛宾科十中学生来记者会现场分享比赛感想。因讲虽然今年表现了无介理想，但是第2届会搁改良火箭，一定要达成目标。把整个火箭的设计架构都搞懂明年的话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火箭能够更成功的把它回收回来。每个孩子、每个同学都把他们所长在那个升空的那一刻完成梦想，真的是让人家太感动了。第2届决赛定伫明年7月，地点同款选伫旭海火箭发射场。学生组前3名有5万块的奖金，社会组冠军有10万块，佮提供材料的补助。国家太空中心和屏东县府邀请全国对火箭有兴趣的朋友斗阵报名参加。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英国原住民会用鹿仔树来做树皮衫，所以因为这个手工是真复杂，已经豆啊失传了。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伫咧新庄要举办特展，就合作拍树做衫，希望把这项文化完整保留落来。树皮敲打。先把树皮较粗的所在削落来，然后把规块树皮掀起来，用锤慢慢讲，真紧就会当变做一块布，专门咧做树皮衫的技术加工。这就要用1天的时间落去讲，才会当讲出一领衫。外口的树皮你甲伊下雕，然后内底就较白色的纤维，就是真正咱要做衫的迄个布。迄个树皮啦，然后咱再用迄个锤甲伊的纤维，迄个锤甲松起，然后伊才会变较快。技术家指出，这种树叫做鹿仔树，早期原住民用叶叶来饲鹿仔，因为树皮的纤维真耐用，会当摕来做衫、做布料，用水洗也洗袂歹去。不过因为伊的手工真复杂，即马已经渐渐失传。为着要保留台湾树皮衫的文化，台湾史前博物馆要举办拍树做衫的展览，展示早期原住民用树皮做衫的传统。在民国48年的时候，记录就已经很少了，基本上就是只有老人家的记忆才看过了。现在在做复振的，最主要是从都兰开始，然后全台湾都有一些都市族群都有在做这样的事情。博物馆表示，特展会办到明年3月，有半年的时间，嘛希望未来会当透过艺术家的创作，加入染色设计的元素，变做皮包、装置技术等等，让这项珍贵的文化继续传承。记者陈亚轩、谢桂玲台北报道。今年台湾国片累积到当日票房已经卖7亿外了，和去年同期比起来，成长26%。为着要提升台湾电影制作规模甲国际竞争力，文化部伫咧今年有启动大航海计划。有电影工作者表示，希望文化部除了补助，也着要加强明星的培养和国际连接等等。文化部表示，除了会来增加资金补助，也会甲国片来撒到国际，嘛要来增加文化部优惠活动，鼓励少年观众来支持国片。
今年国片一出接一出，亲像动作片角头斗阵的，含96分钟的电影票房拢破亿，占前2名，也有恐怖片、纪录片等等类型真济。根据文化部的统计，今年国片票房高达已经有7.58亿，比去年同期成长26%。国片联名委员会表示，看到今年好成绩，嘛，乐观期待后续国片的发展。也有电影工作者希望，未来文化部除了补助，也要加关注并企业培养和国际连接等等。其实我们从今年暑假开始，很多大片，包括像所有的国片陆续破亿了。然后真的泥娃娃加油，我觉得你可以破亿的。在市场中，你必须要关注的部分，可能来自于明星的养成，或者是国际市场的连结，然后或者是在其他海外市场能够露出的一种怎么样去铺垫这些市场的过程，我觉得都很重要。为了要提升台湾电影制作规模和国际竞争力，文化部伫咧今年正式启动大航海计划。文化部表示，未来继续推动这项计划，打算资金上济投入1亿，来甲国片撒到国际，也会增加文化部的优惠活动，鼓励少年观众支持国片。最近我们推出一个大航海计划，最高可以给到1亿左右啊。然后如果可以国际合作最好，如果不能国际合作，可以把电影拍出来卖到国际也可以。文化部为着要促进国片的发展，对今年开始嘛针对纪录片来提供前期的制作帮助，另外嘛协助纪录片来做电影调查和题材开发等等。另外文化部表示，虽然也有30出国片，嘛鼓励民众做伙用行动来支持台湾电影。记者陈心东、曾准由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法国巴黎的郊区伫这礼拜出现真罕见的加利亚风，有3台吊车去风吹走，弄着建筑物，造成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也那印度真放真大量的烟火来庆祝拜登节，计当工说造成新得的 PM2.5的浓度超标56倍。风一直扇，树仔一直摇，镜头甲扭近看，竟然是连光风。巴黎北部的郊区20发生连光风。几多栋建筑物的出顶挂互掀开，有3台工地起重机，互烟架倒去，弄着边的建筑物。尾后一个工地有发现就位工人死亡，也有10个人受伤。伫几分钟内，强强加一个连光风，真侪人拢被火反应，怎么讲起来，也个心内惊惊。Ça m'a secoué dans tous les sens. Le véhicule, je croyais que j'allais m'envoler avec le véhicule en même temps. Je suis resté et ça n'a pas duré 2 minutes. Cette histoire que vous voyez, ça n'a pas duré 2 minutes. 官方讲，法国虽然有当时会发生连光风，不过这边向来如果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是真罕见。另外来看印度20庆祝传统的节日拜登节，放真侪烟火，不过过当天空气污染真严重。气象单位讲，新德里伫咧拜登节过当天的透早 ，PM2.5的浓度每立方公尺846微克，是联合国标准的56倍。To be very honest, air is kind of heavier over here. In the Surat, where I live, it's light at the lighter side. You'll be easily able to breathe. Thoda sa pollution is slightly increased here. It's manageable. 因为气候加地形的关系，受到新德里所在地印度北部，每年冬天拢会有严重的雾霾。有研究讲，伫咧2009到2019年之间，有380万的印度人死亡原因，加空气污染有关系。公司新闻由派顺编译。极端气候是愈来愈常发生，唔但伫咧各地引起灾难，佮影响着物价。因为气候变迁，地区真侪农作物减产，这继续嘛对得变贵。其中，这起价上界明显的，就是巧克力、咖啡一个家具相关的产品。这么要去买食的是愈来愈贵，气候变迁可能是原因之一。英国一份研究讲，气候变迁愈来愈严重，将在生调加农作物适应不良，造成食物的价格一直起。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咖啡、巧克力这款热带作物。So nearly all cocoa is grown in low resilience countries in West Africa, and West Africa has faced a kind of roller coaster of extreme weather over recent years. So it had heavy rainfall, followed by intense drought, followed by a humid and hot heat wave. And this has caused black pod disease to spread amongst the cocoa trees.
and it's impacted yields really significantly. 这款农作物的产区正固定，若气候改变欠收，无容易找到其他的代替来源，绩效就会起起落落。另外受影响的是，就是甲牛有关系的动物产品，像牛肉、牛奶甲肉蛋。专家讲，可能会造成牧草生长无好，生产的用水也变少。牛因为天气伤热，肉甲奶的产量变少。一般英国人伫咧买物件的时阵，这几项是不是占11%？不过，却造成过去几年的40%通膨。专家讲，农业是看天食饭，最容易受环境的影响，起价是正常的。Reason why I don't think it's surprising is if you think about food compared to other economic sectors, food is very exposed to climate-related risks in a way that energy sector isn't, in the way that the mining sector isn't, in the way that many other sectors are not. 专家讲，全世界气候暖化继续，再加上其他的经济原因，未来几年食物的价格恐惊会继续起。气候变迁怎么不是纸顶头的数字啊？尔是真正影响到咱的生活。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辑。日本真出名的 TeamLab 伫京都下美术馆即个月要开幕，总共是4层楼高、1万平方公尺展览空间，其中有50件的沉浸式作品，也写真济游客行脚道。伫咧暗摸摸，敢若是山洞内面的空间，体验舞形、色彩缤纷、灯光、音乐，也有气流共同建构出来立体式艺术作品。以跨领域活动科技、沉浸式体验出名的艺术团体 TeamLab， 伫京都设现第4个也是上大的常设馆。4层楼的建筑物，1万平方公尺的展览空间，50件大型的作品，特别的欣赏体验吸引真侪国际观光客。Oh, very amazing. I think the atmosphere is like very, like the space is very huge. 美术馆的展览主题是 BioVortex， 生命甲河流两个词共同所营造的意象，互观众伫咧敢若以生命为主题的艺术空间，主动或者是被动的感受生命，敢若是假粒啊共款伫咧流转的世界。除了原本真有名的旧作品以外 ，TeamLab 也有真侪用无共触感媒体建造的新作品，像敢若是云共款铺伫咧半空中的沙文坡、发光的球体，也有龟龟。甲京都的传统风格甲未来科技联做伙。I think it met our expectations and it was very cool. We've never been to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definitely not back home in the States. Very interactive. I thought. 这座新的美术馆伫咧京都车站的对面，规个区域一个设有七面艺廊、精联创作实验场，是一个国际甲本土团体共存共赢的文化交流点。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所以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0度至25度，中部地区21度至28度，南部地区21度至32度。东部地区22度至29度，外岛地区19度至2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